因关系出动500外的警力，查到德联邦甲天道明暴力犯罪集团，其中一个姓柯的主嫌，伊讲伊是德联邦某一个分会会长，带6个细汉的惹事端拍被害人，其中佫甲这个民警共趁入去被害人的喙，袂互伊化救人。是被害人趁这个嫌犯要甲伊刷到其他的所在的时阵，跳车来逃走。另外，这个嫌犯阁捌因为行车的纠纷，惹这个开山刀共恐吓。不过，小摆无落魄的久，共款嘛拢互警察甲因收起来了。警方以优势警力压制嫌犯，佫想反抗，后来原警伫嫌犯大个所在敲着枪甲枪支。枪毙，枪呢？枪拿出来。姓柯主嫌甲6个共党的进前找借口拍被害人，毋拿电佫兼讲。佫将面部进入被害人的喙内，互伊无法度化救人。被害人趁嫌犯要甲押去其他所在关的时，赶紧跳车脱逃。3台机车准备再将被害人带到另外一个偏僻的处所，再度来对这个被害人施暴。好，那这被害人在过程中呢，趁机来跳车逃逸。嫌犯恶质的行为，佫毋拿安尼尔，进前伊伫台中不满和公车司机2喇叭开山刀举出来，落车就要恐吓司机。从车上下车，拿一把开山刀。姓柯主嫌自称是德联邦地火堂分会会长，伫台中甲云林等所在犯案。云林的警方出动500外人，扫荡45个乌道的场所，除了掠德联邦7个人，嘛掠天道明10个人，登去问笔录。暴力集团这个黑道帮派的这个金流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持续来清查，好了，阻断他们的经济来源。暴力事件有够多，警方伫全国东部扫乌，并且继续追查，要阻止犯罪。